Hello，大家好，我係 FC26 Asia 香港站嘅選手 Ronnie。我自己就其實由17年開始就參加 FC 系列嘅職業賽啦。咁之前都幫香港打過電競國家杯啦，所以就即係玩咗呢個遊戲都好多年啦。包括一啲職業賽都其實都打咗好多年，相信香港嘅朋友應該都認識我嘅。咁我自己其實由02年就已經開始玩 FC 呢個遊戲，自己都係玩咗好多唔同嘅遊戲先，即係真係覺得呢個遊戲係最適合我嘅，同埋自己本身都比較中意足球呢項運動啦。平時自己都會睇波或者係去參與一啲唔同嘅足球賽事。我自己其實就係斯朗拿度嘅超級忠實擁躉嚟嘅，咁自己而家最中意嘅球隊就暫時都冇。咁我由細到大其實都喺香港呢個城市長大啦。香港我都其實都非常中意呢座城市嘅，咁同埋香港其實而家嘅足球氣氛亦都越嚟越好啦。咁包括我哋 FC 26嘅玩家其實都係非常之多嘅喺呢個商塊入邊，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喺呢個分站賽事度參與到，其實都係幾開心。我自己心入邊梗係想即係出線今次香港站嘅賽事嘅，咁都想希望就因為今一次係第一次搞呢個香港站嘅分站賽啦，都想自己係成為第一個即係代表香港出去打亞洲站嘅選手。咁為咗備戰今次 FC26 Asia 香港站嘅賽事，我自己就平時都有V&D 嘅訓練啦，再加上會為咗呢次比賽特登去揾一啲唔同國家嘅職業選手去做一啲友誼賽嘅訓練，以提升自己嘅強度為目標咯。如果大家其實想玩FC26 Asia 嘅職業賽，你哋其實可以去參考下好多唔同外國嘅選手嘅 tactic 啦，或者佢哋嘅陣型啦，佢哋嘅球員選擇啦。如果想打得好，其實一定要多練咯，因為今次係第一次香港有呢個分站賽啦，咁我自己都係好期待今次嘅比賽，自己亦都係好想喺呢個比賽度突圍而出，都祝大各位即係希望各位選手可以即係全力以赴去令到呢個賽事嗰個觀賞性係更加好啦。咁喺度祝第一屆 FC26 Asia 香港站嘅賽事舉辦圓滿成功。